各位嘉賓、校長、老師、同學，大家好！我哋嚟自佛教林炳賢紀念學校，我哋係環保小天使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美麗馬桶洗手台呢個設計方案。先來介紹一下我哋設計呢個方案嘅緣由。我哋發現香港嘅海水供應網絡只覆蓋到本港嘅8成半人口，喺部分內陸地區，例如北區等，因為成本效益問題，仲喺度用緊淡水沖廁。換而言之，香港仲有大約100萬人係仲用緊淡水沖廁嘅，呢個係非常浪費淡水嘅行為。因此，我哋希望透過計劃去幫助學校同埋1成半人口，同時節省水費。在概念上，我哋希望可以回收洗手水嘅水，用作沖廁，避免使用淡水。我哋希望設計出一個水箱洗手盆，用來取代現有嘅馬桶水箱蓋。用家只需將馬桶水箱蓋換成水箱洗手盆，便可以喺水箱上洗手。洗手後嘅水會流到馬桶水箱內，供下次沖廁使用，唔會浪費洗手水，慳水又環保。然而喺實際操作上，我哋缺乏水務工程相關嘅專業知識。喺實際操作上，我哋需要專業人士嘅協助。此外，我哋缺乏3D 設計技術相關知識。喺援助方面，我哋希望可以獲得資金、水務專業知識、3D 設計同埋打印技術嘅援助。希望各位支持我哋嘅方案，多謝大家。好多謝環保小天使，一個好新穎嘅設計啊！或者台下嘅嘉賓團有冇意見俾翻我哋嘅小朋友啊？好，多謝各位同學，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提議啊。呢一個係自己嘅即係切身嘅問題，然後你聯想到原來香港有100萬人都係用緊呢個淡水嚟沖廁，其實。即係多謝你，因為你唔講我都唔知嘅。其實呢件事，我自己以為全香港都係用緊鹹水沖廁嘅。我有一個小嘅提議，如果喺學校或者係嗱，通常點解屋企會冇鹹水呢？我想問你你知唔知道原因啊？我問下，我冇一個既定答案㗎。點解有啲屋企都冇嘅？因為行水缸可能會進行維修。哦，即係呢啲短暫啫。但係譬如可能有啲屋企嗱，我想像啊，可能有啲比較遠啲屋企咧，譬如住啲村屋咁樣，可能佢根本冇鹹水喉，會唔會有呢個狀況咧？如果係，我想問雨水係咪一個好嘅 solution 啊？有冇諗過呢樣嘢？嗱，譬如學校啦，天台你裝個大嘅水缸或者一個好大嘅漏斗，係咪可以收集到水都可以解決到呢件事啊？係嘅。嗱，冇啊，其實我唔係話你個 solution 唔好，我純粹俾到個提議你咁解嘅啫。OK， 我覺得非常好嘅你呢個設計，有冇？係啊，十分之多謝呢一對同學呢，因為你哋由一個好細微嘅地方，而研究到呢，其實呢個細微嘅問題係影響到全香港，甚至乎好多人，呢啲連我哋成人呢都冇留意到嘅。咁呢一度就係一個創新嘅起點，你諗一個新嘅方法嚟。咁我又唔係呢方面嘅專家，但我記得呢，我去日本玩嘅時候呢，特別喺一啲比較偏遠嘅地方，好傳統嘅餐廳呢，其實佢就係用緊你哋呢一個洗手台嘅方法。咁其實你可以又再研究一下，或者又同老師大家一齊去深入認識下，其實可能一個傳統嘅方法就可以幫到我哋嘅，好嗎？咁我期望咧，將來再聽到你哋有新嘅發展。多謝。好多謝 Rebecca，都多謝我哋嘅同學仔。好，可以先行落台啦。